最近咧韓式烤牛腸咧喺香港呢一度啦，係非常之 hit 嘅。估唔到咧呢一度都有得食。呢度咧好多韓國人嚟，而且咧仲有韓國嘅官網介紹過添啊！大家好，呢一度咧就係尖東嘅韓物，係一間咧好多元化嘅韓國餐廳。嗱，呢一度嘅環境咧好有韓式嘅風味啦，而且咧又舒服寬敞。佢嘅餐牌啦選擇係非常之多嘅喎，呢度嘅嘢食咧仲出名好食添啊！一定咧係會令你愛上呢一個韓國嘅美食。當然要有翻杯特色飲品啦，好清新嘅感覺，仲有好多蔬菜嘅味道喺度，好似有啲五青汁嘅 feel 啦。另外咧，再帶有啲奇異果嘅酸甜味道。首先嚟嘅咧就係啲韓式前菜啦，呢一個咧好特別啊，平時咧我都見唔到有，原來咧係蛋嚟嘅喎。哇！呢一個咧就係傳說中嘅超爆膏醬油蟹。250蚊咋，絕對咧就係鮮味極致嘅體驗啊！呢一個膏蟹咧超濃郁，再配搭埋咧佢嗰個牛油飯咧，簡直咧就係完美嘅組合啊！好新鮮，好鮮味啊！佢咧嗰個醬汁咧再撈埋落去咧，哇！呢個味道咧簡直就係人間美食啊！哇！嚟到韓物咧，絕對咧係唔能夠錯過呢一個不可思議嘅雙拼牛肉啊！嗱，首先啦，呢一個咧就係招牌菜嚟嘅，有肉眼150克啦，同埋西蘭嘅150克，簡直咧就係完美嘅組合啊！仲有啲蔬菜添，哇，非常之好啊！呢度仲有專人咧幫我燒呢啲咁靚嘅肉眼同埋西蘭，即係佢個抽風咧非常之好，完全咧坐喺度食嘢咧一啲油煙味都冇啊！個肉眼咧簡直就係肉質鮮嫩，而且仲好多汁添啊！配上咧咁靚嘅油花啦，分佈得咁好啦，咬落去嗰個口感咧非常絲滑，每一啖咧都能夠咧感受到牛肉嘅香氣啊！西蘭嘅肉咧非常之有咬口，而且咧個味道咧仲好濃郁添啊！呢兩種牛肉嘅配搭咧，無論係燒烤啊定係煎咧，都能夠感受到唔同嘅味道同層次啊！仲有個韓式牛肋骨湯啊，專人啦幫我剪開啦呢啲咧牛肋骨啦，而且咧佢炆得好腍好足料，仲好入味添，啲湯咧簡直就係精華嘅所在。仲有個韓式蛋餅啊，食落去嘅時候咧，好豐富嘅蛋味，裏邊咧仲有好多唔同嘅蔬菜喺裏邊添，簡直咧就係色香味俱全啊！韓物咧唔淨止有醬油蟹啦、海鮮啦、炸雞啦，仲有傳統嘅小食啦，等等等等，連燒肉都有啊，多到我數唔晒啊！而且全部嘅食材咧都係高質素，一定咧能夠滿足你嘅味蕾同需要噶。無論嚟聚餐啦，定係約會啦，呢一度咧都絕對係最佳嘅選擇。記得 like 同訂閱我啦，有興趣嘅朋友就快啲嚟啦，下次見。